前人好。各位前线请坐。目前人。电出在做敲的工作啦吼，另外在做敲的学来跟咱分享道路经啦吼，因为本身咱讲起来，这个你们有些角度去讲，用个人的能力、个人的看法去甲切入，那么底下切，底下切，切切，拢都是安尼啦。咱今日第一种啦吼，就是咧讲这个成建种或者是啦吼，成建种，所以呢，咱是大家讲了作嘛用了作一心，安尼讲做这是一个事实。不过因为咱有一个小小看法啦吼，这是小小看法。这个成建种或者是有人讲，因为这个头啦吼，这个标章啊，这拢唔是老师讲的听啦，这种是个人感觉这种用的什么名词来提咧，较客气的名词安尼啦吼，所以就是咱人看到伊的这个这个手指足迹写出来，话拢无啥相共，但是你不了伊的问题。所以，这种人要甲解说伊的重点就是讲，德则天下，造万代。迄个德这个德则啦吼，伊迄个德会当第一步咱的天下吼，造万代。伊头一句就一句咧讲，先见之不贤不教不传，子孙依戒书不专，安尼啦吼。那因为这个成建者我，咱好爱看就是讲，这个成甲建这个会，那成那是如果是以前的经典啦吼，甲解成是世间的成为成的个讲起来，这部经典的意义怎无去？迄个成顶面应该咱读一字，叫做至善。迄个至善换成那个解说，迄叫做道去。迄个建换成解说，那个解说建立着迄个道理的本体，那要甲讲叫做德。这会使甲讲叫做善建，嘛会使甲解说叫做道德。那因为善建者，伊即个讲哦，这个善建解说道所流露出来叫做德。不过呢，咱今日若当得到道的这个人啦吼，就参像当时过去咱为第一线即宽泛应酬的事情，咱为得到道了后，伊就抹掉的，伊就无好流失去啊。不过呢，咱若真正智慧人得到道了后，就不管今日讲起来，你得到道了后，你就嘛就扔掉的。嘛无可能讲你来做这个工作的人，因为你了解道理本身的本质啦吼，善抛不脱，善抛不脱对啦吼。你讲我逃离道内底当中，我逃掉咧，我嘛无真正叫流失去。今日讲起来，迄个叫做武则天啦，我得到无上贤清微妙法。1千万劫难遭，我哋1千万劫难遭，我得到无上的前深的妙法。那安尼就你又讲到这道理，你敢有可能你得到的物件，就叫走？无啦，是咱老的。咱老的就是因为咱
失去。后边有人讲，伊讲吼，你若咱安尼啦吼，子孙以子嗣不绝。咱的这些孔圣人，伊当时得到了后，伊甲即摆这个70几代，是这个子子孙孙，能够到后面，甚至咱所有的，伊控制这个所在，孔庙，孔庙，有孔庙，有庙，每一个教会里面，拢是有不同的，伊伫遐咧祭祀，咱叫做祭孔来点。啊，安尼当中呢，咱甲相当时的刘圣人，当时的孔圣人，当时的颜圣人、颜回圣人，因即个人，若要甲去，因为伊无流落了后，伊流露出来这点，咱后壁代代孙孙，咧甲祭拜，咧甲感恩伊的过去。比如讲，咱老前人，咱的前人、老前人，咱的为孔去，但是伊甲即摆时阵，若咱前人的即个即个成道因，老前人成道因，咱甲放弃，咱无甲放弃。老前人甲即摆已经规划超过40年，但是咱讲一代一代一直在，这就是有德的人，有道的人，有道德的人。所以呢，因为伊后壁列出5点啦伊讲第一点叫做啦，第一点叫做修之以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以家，其德乃义；修道以乡，其德乃忠；修道以国，其德乃福；修之以天下，其德乃好。这5点，这5点啦咱修之以身，是这5点讲的意思。就是讲，你去咧修之以身，我即马要修什么物件？你要修什么物件以身？当然，你个人无做这个修之以身，但是你有道后面有的啦，就是基定来真嘛。你无道靠这定个是真，迄定个真是道的真是定的，迄个道就是因为，迄个定就是为道，你无为所命乱，迄叫做定的。所以道德是一个体能的物件，一个妙妙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因为伊来讲修身理身，基定来真，敢是？若安尼，逐讲你若无道，你要修身什么理身？敢是讲这个身？毋是讲这个身，伊是讲你对身世界，你若用心道，但是你会当修道，你所流露出来的叫做真，叫做你修道。家，你这个家庭老道，当然，你这个家庭当中呢，道理一直兴旺，一直兴旺，一直兴旺。伊讲的就是讲，基定乃与这个春而异。你愈积极，春的你家庭乃愈来愈定，因为你的修道家庭，修之以乡，基定乃用。你今日这个乡里老道。你这个乡里的内底当中呢，因为伊会当受到这个万缘，甲咱引导，甲咱肯定。毋过呢，咱这个乡里啊，这个上这个长远的中远伊第4句来讲，修之以国，其定乃福。当然，你这个国家老道啦，你这个德会当利用着百姓。表示伊定和平的意思，咱第一日同时来学，有一句话讲，表示出天下第一，治民强治，结果出天下第二，治民强治。伊所认为伊所治民不强治，有一句话嘛那个条地甲顺地当中，已经会当有仁德，所以咧万民会当上。假如捌着呢，伊就是无道，伊就是无德。所以到尾啊，咱就讲就关掉。毋过呢，以前5项就是5项讲，如果到第5点，修之以天下，其定乃贵。今仔日，你这个人老道，离天下每一个所在都做不到。你行到每一个所在，你所流露
所以这5有来讲起，如果你若修之以心，修之无心，其定难尽。你若用这个马体，用这个师傅的心来甲解说，可能你会落入问题的内底。毋过一句话当中，这个修之无心，伊咧外口咱叫你这个修道，你这个修道，你咧修道，那安尼你就有进入，因为这无感情的艺术啦吼。毋过后壁这5咧，原在是咧讲这物件，原在是咧讲头前这5艺术啦。伊讲故以心观心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国观国，以天下观天下。你这就是咧表达头前这5。你若安尼当中咧，你若当用到，你这个家，你这个家别人会做用经会做好看。你若用这个道拿来这个乡里，来渐来啦，来办理这比赛，拢得啦，这个艺术。不过伊尾啊2句话，伊2句话就是我何以天下言在一处？这句话，你讲我是安怎？我为何会当了解宇宙真理的实相的道理呢？这句话就是安尼。但是后壁咱讲，伊后壁2句话讲依处，就是依照真理，我咧讲这道理，这5项的道理。你要这5项的道理，你头前一定要善言者不断，善好者不贪，子孙以济而不杂。你若要真正当了解，我会当了解宇宙的道理。宇宙实相的物件，依处就是按照头前的规矩，底下我是按照这个道理了解，这是咧54种大用啦，咱个人的方法。毋过呢，到55种内呢，合一种55啦这个叫做找回恰处之心，纯真无瑕啦这个就是甲解释啦，叫做回归自然。咱修法道内底要回归自然，什么叫做自然？自然就是真理的法界。所以咱甲你讲，合一之法，比有恰处。合一就是这个点足够的人，足道德的人，就简单讲起来，这个道德的人，就比如有一个英利，所以人讲说自性如英利之厉害，自性如海水之无咯。咱的自性，迄个点，迄个囡仔内底当中，伊袂计较，伊袂比较，伊袂迄个婴儿伊袂讲伊无欢喜，伊会讲伊无足欢喜，伊流露出来甲天甲地，咱即句讲男的有福，女的有福，即句你讲囡仔。因为伊还未成年的时阵，有当时若要落雨的时阵，这个小婴儿，小小的婴儿，可你手的这个小婴儿，3日内底当中呢，伊就他就感觉是一种反应，他就会感觉迄个不舒服，他就会感觉，所以人会有雨，他就会有风，伊就是愈会有雨，就是讲女孩子。你普风的时阵，咱做自然，伊甲天会感应，3日会落雨。但是差不多迄个婴儿啦，伊手里，因为伊3日内伊就透雨，这叫做一种感应，叫做天人的感应啦。就是讲，伊迄个心甲寒天春迄个一体的自然，足自然的物件，所以就应该讲合一之好。比如恰处，就参照一个，这个彻底之心，迄个囡仔完全无欲望的迄个囡仔，就是参照这个他还没有欲望，还没有生理性的时阵，因为伊迄个叫做纯真，所以讲叫做恰处纯真。讲
恰做即成，拢安尼讲。啊，迄叫做道，但是迄个就是到迄种意境的人啊，迄个就是伊的境界足悬。而即句话就更加呢。